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日本政府今日是正式宣布讲，8月24日，也就是后日，就要开始甲核处理水绕入大海，预计是要绕30年。这附近的国家甲渔民一直咧抗议，有关是无法度改变。这核处理水敢会影响咱台湾？按照原能会分析，核处理水会对海流成靠北太平洋流到美国，流到咱台湾附近，大概是1、2年后的代志。这水里的放射性物质氚是4年后会上介高。不过原能会是认为讲，到时阵放射性物质是已经透甲真薄啊，毋免想过要伊。也若是对渔业的冲击，渔业署是认为讲，这鳝肉、酸啊、甲灰灰等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咱台湾渔民咧掠鳝肉主要渔场，离这福岛的核电厂才敢若750公里，恐惊是会上大先受到影响的。不过这影响的程度有偌大，要去观察。8月24日を見込みます。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2早起伫官舍召开相关部长会议，决定上紧为24开始，甲处理过内底有氚的核废水排入海里，而且会持续排30年。这个量等于是530个奥运标准收水池的核废水。岸田表示，国际联关总署顶个月已经认证处理过的水质有符合安全标准。国际社会甲渔民理解的人当地增加，政府会创设免有损害对策基金，甲安全网做好，答应会负起一切责任。今後数十年の長期にわたろうとも、アルプス処理水の処分が完了するまで、政府として責任を持って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一旦そのアルプス処理水が放流されれば風評被害等が起きるそういう懸念があるわけで漁業者は決して安心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と。前一天，甲岸田见面的渔联会代表强调讲，科学上的安全甲社会上的安心并无共款，反对的立场并无改变。22日伫首相官舍头前出现反对的示威者，伫街仔路的民众有的是感觉真无奈，无通选择，也若有的是支持政府赶紧解决这个难题。根据 NHK 8月中的民调，认同甲核废水排入海的民众是占53%，也若反对的是占3成。薄めた状態が安全だとは言っても、30年間にわたってその総量を流した結果、どうなるかについての何らの科学的な検証はなされていないんですよね。だから絶対私はね反対なんですね。やっと決まってよか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ね。はい。福岛第一核电厂伫2011年3月受到311大地震引发海啸的侵袭，造成炉心氧气，用水甲燃料棒降温，佮制造出大量核污染的废水。东京电力公司甲核废水内底大部分辐射的物质净化处理掉，不过也受安全标准以下的放射物质氚，所以决定要排入海的这个代志，是引起渔民甲附近国家的关注。中国外交部22日搁一届批评日本，硬要甲核污染的水排入海的计划。是真自私，嘛无负责任。也若香港政府按算讲，日本便若开始排放核废水，就会禁止甲日本10个县进口海产。日本料理的业者讲，因的生意百面会受到影响，不过敢若会当拍拼来应用。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有一只中共的核子潜水舰伫咧黄海出意外，不过目前中国迄边是无回应这项消息。咱的国军嘛讲无收到相关的情报。中共军事训练升悬khu核紧张，共军舰舰也继续进行活动。路透社报道，一只09-3型双级核动力舰舰执行台海任务伫黄海出代志，造成舰顶7名船员全数罹难。但是，这次中共官方媒体无进一步回应外界关切国军敢是有掌握相关动态。如何去绵密的去掌握台海周边所有的海空域动态，一直是我们国防部非常重视，也是我们很认真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现在这样一个在社群媒体上流传的讯息，我对他没有其他的评论。前海军舰长张京伫面册公告，舰舰出意外上浮了后，应该互人看到无平常的现象，也是透过对外发送通信批文。洪南这个破壁学者也指出，那中共舰舰伫黄海西苏附近的日本南海应该侦测会到，台海深度不足，中共舰舰处理台海可能性偏低。那09-3型舰舰会当容纳100人，有鱼雷甲反舰导弹，保护战略核舰舰。
往南进入东沙一带或者往南进入南海，其实它的深度就会升上许多，它是适合潜舰作战的。但是台海是在大陆棚，它很多的那个深度是在200公尺甚至100公尺以内。那这种情况，那再加上水下的地形或者是很多的障碍物，它基本上是不适合潜舰作战。除了说可能保护它的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战队潜舰之外，那另外可能会是往西太平洋进行部署去拒止美军。最近几年，各个舰舰事故，安江町圣欧安号舰舰伫2017年11月15伫南大西洋海峡巡逻失踪，44名官兵方正式罹难。印尼海军南卡拉号舰舰伫2021年4月2日失踪，搜救了后正式tìm准53名官兵全数罹难。今年10月初2，美国卡内迪克号协同着攻击舰舰伫印太地区潜航，弄到不明物体，好在无人死亡。学者强调，舰舰发生事故对4个位国家拢是大代志，中共江南动态有待后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批准一款阿兹海默症的新药啊，是日本头一项甲失智症有关的药啊，会当让轻症患者病情恶化速度减慢27%。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电动车车顶的装置是会当收集客户的资料。即阵英国甲美国政府就烦恼讲，中国的电动车会亲像华为甲抖音同款，变做收集情报的工具，威胁国家安全。英国《Times》报道，巴拿马运河因为无雨水位下降，即阵会当通过数量减少，船排队要过就要等21天，影响全世界货运。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前总统 Trump 涉嫌干预2020总统大选，去互乔治亚州起诉。Trump 这阵是宣布讲后日会去自首，大概是要拿20万的美金和代票640万才会当交保。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旧金山天主教的宗教区是牵连500多件神职人员性侵囡仔官司，这阵教会申请破产，去互批评讲是要闪法律精神。咱台湾是阁提出一项国际团体中美洲议会，因为人昨是通过决议撤销咱台湾观察员的身份，改予中国做。所以讲，咱的外交部除了抗议，今日嘛正式宣布退出。目前伫咧中美洲，咱敢若剩瓜地马拉这个邦交国，咱退出了后，甲中美洲的关系安怎变化，爱个观察。中美洲议会伫咧当地时间8月2日早起强行通过尼加拉瓜党团所提出的排我立场案件，咱外交部表达上严正的抗议。为了要维护国家主权甲尊严，宣布自现主席开始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是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中美洲议会要到25年来正式结束。很明显是中国背后的唆使与主导。中国和尼加拉瓜都是恶名昭彰的集权国家。昨天中美洲议会的发展是威权国家在中美洲地区扩张的证明，不仅对台湾，更对全球的民主阵营都是袭击。早伫1999年，台湾就加入，将在中美洲议会区域外永久观察员。几多年来，甲各会员国家共同伫咧推动几多项双边甲区域的合作计划。伫即马被撤销资格，介绍中国全国人大取代。另外，立委批评这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手法之一，排除了民主的国会，然后结果接纳了一个不晓得什么叫做选举的这样的一个橡皮图章来参与中美洲议会，我们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哈。这又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其中一件事情。每次在选举的时候都说这是中国的压迫，原来的邦交国我们没有去努力的琢磨，把重心都往欧洲国家去了，所以他们可能会产生不平，中国大陆可能就可以趁虚而入啦。中美洲议会伫咧2月发布声明讲，已经批准中国将做该机构的常驻观察员。学者分析，台湾被迫退出中美洲议会，甲1977年退出联合国的情形正同款。表面上当然是跟尼加拉瓜的立场有关，但后面可能也隐隐约约牵动两岸在外交方面的一些角力战，所以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在中美洲整体的一个外交的布局。学者讲，这边事件牵动到中美洲统合体未来是毋是有骨牌效应，也该观察。咱友邦瓜地马拉也是中美洲议会成员国家，瓜地马拉的大选结果已经出来。由注定维持甲台湾邦交，同时寻求甲中国大陆发展关系压力网络动选。外交部表示，
台湾的关系密切良好，有信心伫个机会基础上继续合作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去防指控贪污、流亡海外10多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今日是雄雄回国，伊随登去就随奉送去感觉。今日泰国嘛第3轮投票选总理，为泰党提名的第3兄赛塔成功当选。这2件代志背后可能是有牵连的，因为当选的为泰党其中一个成员白东丹，就是今日回国的前总理的祖囝。所以讲，人就咧要讲，这为泰党同意甲军方革命的条件，就是赦免前总理戴克辛。行出机场虽受到支持者热烈欢呼，流亡海外17年的泰国前总理戴克辛2日早起坐私人战机自新加坡回国，大约9点到曼谷浪漫机场。迈伫2008年底将回国的戴克辛，随后被带到最高法院，因度受到未少穿红衫的民众迎接。伊正正被指控贪腐，被判8年徒刑，目前已经被送去监狱。那外界认为，戴克辛回国坐个显示伊的查某囝所属的为泰党已经甲军政府达成幕后协议，可能会赦免戴克辛。戴克辛回国的时间点，拄好是泰国选举总理的日期，甲前进党撤开的第2大党为泰党投票前1天宣布，甲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参特别卸任的总理帕拉育所属的青军方正党组成11党联名。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และ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รวม11พรรคจำนวน314เสียงร่วมกันจัดตั้งรัฐบาลโดยไม่มีการแก้ไขประมวล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ญามาตรา112และไม่มีพรรคก้าวไกลร่วมรัฐบาล为泰党想要甲青军方正党联手拍破泰国总理难产的时局，伊也将事前宣布2日伫国会提名第3候选人赛塔为总理候选人。และเป็นผู้ที่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ได้เสนอรายชื่อเป็นบุคคลซึ่งสมควรจะได้รับการแต่งตั้งเป็น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ของพรรคเพื่อไทย60岁赛塔无伤济从政经验，因而不利受商界人士的欢迎。泰国媒体报道，赛塔已经伫2日的投票中顺利摕到过半的票数，顺利当选总理，恭喜新闻7万人评议。欧美地区因为欠麦啊，这粮食的价销是一直在起。咱亚洲的稻米嘛有类似的状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占全世界产量4成上大的稻米生产国印度宣布要限制稻米出口。理由是要稳定因国内米菜价销，甲印度理由差不多的，佫有罗西亚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伊嘛是限制稻米出口。另外，这天灾嘛冲击稻米的产量，亲像第2大国泰国是欠水，第4大国巴基斯坦是断咧饮水。也若是咱台湾，因为咱家己有种真侪稻啊，所以讲是暂时未受到国际欠费影响。印度最近禁止非旁米类的白米出口，来控制国内粮价，并且扣20%的关税，伫全世界引起白米之乱。到伫咧美国、加拿大等地，印度人拢走去店里抢米，米的价钱也规个拢起来。印度是全世界上大的稻米出口国，占全球贸易量差不多4成。为了要维持国内库存，印度7月20限制部分的白米出口。At the moment, we have adequate stocks to take care of, but we know what happened this particular monsoon season. Lots of floods in one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also a shortfall in the rains in the other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this makes us very cautiou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reports that El Nino will strike by the end of this month or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专家认为，政府限制白米出口的政策正正确，尤其伫咧印度关键的3-9年，控制国内粮食的价销，是半地政府怎么上着急爱做的。研究经济学家讲，若是安尼生，全世界谷物价销的起伏将会到1/5，贡献予亚洲边的国家以米饭做主食的进口国，会有粮食起价、粮食无够的危机。It takes years to develop those markets from the exporter point of view. But also, if there is a sudden ban, then the small importing countries, they face a lot of problem because the prices shoot up. And their food security, especially in Africa, becomes a concern. 自从去年2月俄战争开始，限制食物出口的国家就自3个国家增加到16个，像印尼把禁止棕榈油出口，
阿根廷禁止牛肉出口，不过印度限制稻米出口的风险是加正悬，因为若互人当作是无法度信任的稻米供应国，颠倒会伤到印度家己。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海洋火轮在油箱中造成气候暖化，迄阵是有一只按大型风帆的火轮落盘海洋号正式出航。伊是用风做主要的动力，减少碳排放。未来海运就有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罗根海洋号甲房顶的两座白色巨塔，都是经过改装了后所装起来的硬式风帆室。透过数字海上的风力当作推进动能，减少用燃油，也减少碳卡热，希望就此来减缓气候暖化效应。The Pyxis Ocean is a pilot project that we've been working on for many years with many partners. And it basically resulted in a ship being retrofitted with two wind wings, which are hard wings, close to 40 meters tall, which are going to help the propulsion of the ship and save fuel, and with that saving CO2 in the end of the day. 罗根海洋号是日本三菱公司的，由甲极远洋运输公司承租的卡姆萨级货轮用来运输货物，全长230公尺，排水量8.2万吨。甲其他的卡姆萨级货轮无共的是，罗根海洋号加装2区玻璃纤维制、宽度37.5公尺的风帆室，由英国科技公司开发，伫中国制造。风帆室甲发电机的机设结构类似，气流通过了后会形成压力差。出现推进力，伫一般的情况叫做风帆室，会当使货轮逐工升3吨的燃油，相当减少30至40%的燃料消耗，甲二氧化碳排放量。It is kind of back to the future, if you like. But you know, the maritime industry's got a decarbonisation challenge ahead of it. This is not go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entirely, but it'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海运业当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3%，也方认为是地球暖化的推手之一。罗根海洋号顶日展开头一摆航行，是硬式风帆式的全球头一摆实际测试，为中国航向南美洲的巴西，跨过规个太平洋，有计爱用6个礼拜的时间。不过透过风帆式的动力，可能会更加紧够。那这项航行也方看作是海运业的转变。那处理袂歹成效，这种硬式风帆式有希望会成做未来海运业的动力新选择。公司新闻景远琴编译。人权观测组织一份新报告，讲去年3月到今年6月，受几落百的伊索比亚移民按算偷渡过境去沙特阿拉伯找头路，说是伫咧边境迄边就去互防卫队开枪打死。沙特阿拉伯官员否认这项指控，讲根本就无证据。估计每一年有1000外伊索比亚人为着要追求较好的生活，偷渡去沙特阿拉伯做山工。穆斯塔法·穆罕默德今年21岁，伊嘛是其中一个。去年7月，伊甲一阵45个人的偷渡团体，为吉布地出发去也门，想要行过山区的边界入去沙特时阵，去互沙国边境的防卫队无情开枪扫射，做伙去的富人人甲囡仔嘛拢受到牵连。穆罕默德讲，伊赶紧要逃走的时阵，伊并无发现伊的脚着枪，等徛起来的时阵，才发现伊的倒脚已经断去，尾手脚头以下有做截肢的手术。人权观察组织以38伊索比亚人因亲身的经验，也有4个非法移民因亲友的证词，写出73页的调查报告，内底讲到2022年3月到今年6月。沙特边境的防卫队以伤害性真大的武器，近距离枪杀几廿百个人。We say at least hundreds and possibly thousands. Really to be cautious. You know, people told me they're traveling in large groups. You know, say 150 with only 7 survivors. But it's obviously impossible for us to verify that that was the case and to rely on, you know, counts that people are telling us. So that's why we've been conservative and said at least thousands. But I can tell you that people told me that they witnessed, you know, killing fields, bodies scattered all over the mountain area, you know, people blown in half. 哈德曼进一步讲，沙特阿拉伯开几10亿的美金，透过职业山球比赛、脚球俱乐部。较大型的娱乐活动，想要来改善国际形象。
不过，这无应该转移民众对这个真恐怖罪行的注意力。因为对这个指控，沙地官员是讲，这个拢是无影无迹的指控，嘛无相关的证据。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印尼的劳工出国做事，有当时也是传出去互头家苦毒的状况。印尼政府就一直呼吁各国爱好好对待因的劳工。不过，因家己国内却是无保障劳工权益的法律。亲像即阵，有一个劳工是伫因国内大都市做事，却是去互头家虐待，逼伊食白虾米，佮家性侵。即阵，因的头家是去互判4年半，不过受害者认为讲想过去。Saya direndam air panas. Kalau kemudian saya dirantai 2 kaki, tangan kaki sama sebadan sampai leher pun diikat pakai rantai. Sampai diborgol, dijedotin ke tembok lantai. Makan tidak beraturan, makan sehari sekali. Kalau masih lapar suruh makan kotoran anjing. Terus sekarang membekas, masih berasa gatel, terus sakit. Kepala sering sakit-sakitan juga mengenang kejadian yang lalu. 想到头家苦毒迄段伫地狱生活的日子，福迪玛大声哭出来。来自蛇湾的24岁福迪玛，去年4月为着帮厝内还钱，伫面册找到家属服务的工课了后，一个人去甲搭，想不到这是踏入地狱的开始。有其他同事讲偷摕物件，刷到雇主苦毒性侵，甚至逼伊来啉狗尿。经过8个月拖磨凌迟了后，伊1仙钱都无赚到，就走转去厝呢。 Nah, udah paut muka, udah nggak jelas sini karena banyak benturan sini sudah sumbing, apalagi tangan hitam semua, sundutan-sundutan rokok itu banyak, kaki hitam udah belah, ngalir nanah, bau busuk. 福迪玛的老母讲，伊伫透早3点外看到查某囝转来，看到伊用修理甲毋正人，赶紧叫翁婿起来斗相共，送查某囝去病院救治。 伊老爸嘛去报警，真紧就抓到施暴者。审判了后，顶个月70岁头家因为苦毒判4年，头家的翁婿查某囝和另外6个同事判3年半。不过对福迪玛来讲，伊认为和家己受的痛苦比起来，因付出的代价伤过轻。公视新闻张路平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